一下能先来熟悉一下，等一下上课會用到嘅詞彙，大家會記得聽聽念哦。通知單、通知單、通知單，身份證、身份證、身份證，印章、印、印，確定、確定、確定，要記得，愛記得，愛記得。好，我兩掛好。請問你要帶通知單、身份證同證冇？要。請等一下。也係人家掛號，請確認一下。我唔錯，攞嚟唔？還有乜嘅安排嘅冇？冇咧，但請兩掛號睇呢。提醒身份證同證要記得哦。哦，攞嚟唔？看拍頭前嘅影片，你下按我來練習這個對話。請問你有帶通知單、身份證和印章嗎？請問你有帶通知單、身份證同證冇？請問你有帶通知單、身份證同證冇？請問你有帶？請問你有帶？請問你有帶？通知單、通知單、通知單，身份證、身份證、身份證，印章、印、印。好，我們來練習2次。請問你有帶通知單、身份證和印章嗎？請問你有帶通知單、身份證同證冇？請問你有帶通知單、身份證同證冇？接下來我們要練習的句子是：這是你的掛號，請你確定一下。這是人家掛號，請你確認一下。這是人家掛號，請你確認一下。這是。倆嘿，倆嘿，你的掛號，人家掛號，人家掛號，請你，請你，請你，確定一下，確認一下，確認一下。好，我們來練習2次。這是人家掛號，請你確認一下。這是人家掛號，請你確認一下。好，接下來我們要練習第3個句子。還有什麼要辦的嗎？還有乜嘢要辦嘅冇？還有乜嘢要辦嘅冇？還有什麼？還有乜嘢？還有乜嘢要辦的嗎？要辦嘅冇？要辦嘅冇？好，我們來練習2次哦。還有乜嘢要辦嘅冇？還有乜嘢要辦嘅冇？接下來要練習的是要記得拿哦。要記得拿哦，要記得拿哦，要記得，要記得，要記得，拿，拿，拿。好，我們來練習2次，要記得拿哦，要記得拿哦，要記得拿哦。好，以上是我們這個單元常用的句子。大家回去要多多的練習哦。